卡金好架。この番組は双子星三冠湾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我们这次来到的是台南的安平，要带你们探索有哪里有好吃又好玩的地方。Go go！定情码头德阳舰园区，那它呢，主要就是以德阳舰为主的军舰博物馆，也是全台唯一的军舰博物馆哦。我们现在也已经在德阳舰上了，看一下，定情码头德阳舰，以德阳舰为主角的军舰博物馆。是安平港最吸睛的焦点，也是全台唯一的军舰博物馆。在台服役近30年的德阳舰，于2009年卸下保卫国家的使命，正式停泊安平海港，并转型成为赋予教育意义的军舰博物馆。不但是军事迷的游览胜地，霸气船身造型也成为知名拍照景点。安平老街位于安平古堡东边，为300年前荷兰人于台南安平地区所建的第一条街道，有台湾街及石板街的称号，又为开台第一街及延平老街。2、1，谢谢。再帮你烤一下。安平老街里面有一座非常历史悠久的古迹，你们知道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安平古堡。我们现在来带你们去一探究竟吧 ，Go Go！ 安平古堡，17世纪初，荷兰人以军商结合的队伍，于1624年占领今日安平，立镇热兰遮城为其防御要塞。1662年，郑成功取荷兰城后，改称安平镇，改内城为内府，台人因此称其为王城。日治后重建，2战后乃称安平古堡。目前真正的荷兰时期遗迹仅存古堡前方外城南城圆的砖墙。1975年配合观光年计划，台南市政府整修安平古堡范围环境，在瞭望台上加以尖形屋顶，墙面漆成白色，就是现在我们看见的安平古堡的模样。它的胡椒味还蛮重的，然后很烫，它胡椒味很重。但我觉得粉果太红，的虾卷会有那个脆脆的，像竹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对，有，对，可是它就是好像有一点肉嘛，然后我可以吃到那个虾子，对，然后葱。
细油出张所，兴建于西元1922年的历史建筑，早期为盐务办公室，取盐的日文发音西油，加上代表出差意思的出张，结合起来就成为细油出张所。而展示366色生日彩盐是这里的一大特点。合通厅地点位于安平区安北路上，是近期台南安平最火红的旅游景点，打造日本昭和时代的复古氛围，再将台南经典伴手礼安平虾饼融入故事馆中。同济安平豆花，豆花采用非精改造黄豆，近40年的经验，遵循古法制作，豆花及配料都是新鲜熬煮，吃起来更香嫩细软，营养健康。同济安平豆花现在不仅以安平豆花小吃名号创造了历史，更成为台南府城最重要的小吃标记。那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站大鱼的祝福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